活就要动，要活到假巴黎，会不会越来越美丽？疫情正热的当头，70岁以上老人家恐怕出现了超额死亡。台大公卫学院分析，疫情爆发前5年的4月28号到5月15号，70岁以上老人平均死亡率是24%，但是光今年同期平均死亡率呢是52%，也就是每1万人多了28人死亡，代表台湾出现了超额死亡。那为什么死神能超车超这么多？一个医疗能量不足产生的照护上面的不足，而造成所谓的间接死亡。世界上不是只有新冠病毒，但台大公卫学者陈秀熙担心医疗量能不足，造成更多老人因为其他疾病过世，也就是间接死亡，冲高了平均死亡率。国内确诊人数昨天再创新高，新增了85000多例，不是最高，还有更高的高峰何时攻顶？可能要注意一下，可能未来1周会达到高峰。卫福部中区指挥官黄高斌估算，高峰会一路盘旋到6月中。中研院研究员何美香则是推算7月才有可能走下坡，但这下坡路可不是一步到位。台大儿童医院医师李秉颖分析，从高峰转折到恢复正常生活，欧美国家花了3个月时间，亚洲国家呢则是4个月，台湾应该会跟日本、韩国差不多。我们就会变成像丘陵一样，慢慢爬升，慢慢会下降。疫情维持的时间会好长，6月下降，6月就会恢复，到我们正常的生活，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下降到我们，放松防疫之前的水准的话，整个时间就是3、4个月啊。要让大家拿下口罩，露出庐山真面目，最快9月以后才有眉目。华视新闻黄敏惠、方启年台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